华语的自由潜水，台语讲自由畅水味，就是无使用氧气罐，吸一口气落去畅水。最近这几冬来，有愈来愈多人爱着自由畅水味，像来自香港的Joanna，为着自由畅水味，放弃伫个美国食国行销主管的工作，来到台湾考到教练的证照，打造家己的畅水味的教室。曾经是舞者的张艺仙，伫人生上无如意的时阵，接触到自由畅水味，互伊得到重生，嘛找到新舞台。自细汉就梦想要做美人鱼的养成员，创立着人鱼艺术学院，透过人鱼表演，传送海洋保育的观念。从小我就很喜欢水上的活动，我小时候会幻想自己是人鱼。人鱼不只是人鱼，人鱼是一个生活上的艺术。在水里会找到舞台，下去的过程是一面镜子，你会很清楚的看见自己的样貌。来台湾的目的要靠近海洋，在城市里面找到海洋生活的那个感觉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自由潜水。人鱼的话，其实是从小我就很喜欢的一个水上的活动。我小时候会幻想自己是人鱼。生活律动正顺，穿自然色气尾养成员，和细汉时阵的幻想成真，化身美丽人鱼。人鱼其实我们都看到漂亮的尾巴，漂亮的尾巴里面除了美之外，我们还需要有动力。所以人鱼在水里的话是一个力与美的动作。2016年，伊头一摆学自由畅水，嘛有头一摆人鱼体验。台湾连自潜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有一些自潜的教练，他们想要就是吸引学生去玩自潜，他们就开了一个人鱼体验课程。第一次在水里穿上我的鱼尾巴，想象自己就是真的是人鱼那样子在游动。杨心员成功和美人鱼行出动画，伫海中游，更加亲手剃一色美如浪漫白色人鱼尾，个名叫沙罗，代表海底世界美丽甲哀愁。用家里的窗帘做了自己的第一个鱼尾巴，然后很快乐就在水里就自己玩了起来。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其他的一个，比如说人鱼的教学，甚至连人鱼都非常少。杨心员有一个心念，伊想要实现更加一个查某囡仔的人鱼梦。我也是水肺教练，所以我知道在教学的这个部分哈，跟你自己玩其实差异非常大的，需要有一个有系统的一个教学。先教他们，比如说核心的知识，然后比如说在水里的话，你怎样去律动、去摆动，怎样去做到放松，你才能够安全，然后游得漂亮，在水里展现说人鱼的一个姿势出来。所以我后来就成立一个人鱼艺术学院。胸正前都要抬起来，核心记得拉好，扭转过来。我们人鱼最主要是鱼尾。人鱼跟自潜是相辅相成的。人鱼的话，其实有不同的阶段。在基础的阶段的话，我们会教你怎么样去游动。在就是一般的泳池，你踩得到底的地方，在水里你有一定的动力，或者是在水里的话，你要怎么做自救？成立人鱼学院2年来，伊培育出超过100位人鱼学生。人鱼不只是人鱼，人鱼是一个生活上的艺术。在水里，我们要悠游自在，并不是说我一下了水，我马上换了一个人，我就可以变成这样。你要在所有的生活当中都做到这样像人鱼的一个心态。上了岸，我们一样要做到美姿美仪。就要做一些，比如说跳舞啊什么，去增进我们的一些肢体的活动，让你下了水才能够马上变成一条漂亮的人鱼。等一下做一个动作是要完全是要贴着窗户去做的。今摆已经带一群美人鱼伫基隆海科馆固定表演。
虽然场所简单，做动不了因想要传达的汉洋环保观念。环保就是重视我们的环境，自己美之外，我们环境要美，还有一个是安全的部分，这也是我非常注重的地方。我是丁丁，接着场控。如果待会你们有道具突然间找不到啊，突然不见，或是他拿不出来卡住什么的，不要紧张，你就是下去跟你的伙伴合作就好。无论上课、教学、练习落水，还是伫海中，游心员一定安排介护人员甲场控的教练。人鱼场控，他会去看所有的人事、实地物，然后注意水里的状况，然后跟外面的主持去做接洽，然后适时的下达命令。好，前方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完才来哦。好，3、2、1，走。表演的时候，大家都是穿着鱼尾巴在水里游。那如果说发生什么事的话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双蹼的一个介护，随时支援我们。我已经第3年来这边做表演了，就是这个演出让我觉得很有意义，是我们可以从就是现在的下一代开始做起，从头开始做教育。我还听到小朋友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拿吸管。”我们就会觉得哇，我刚刚的冷到或是任何的累到很喘那个牺牲，我都会觉得哇很有意义。可以这样美美的下去做这个人鱼的运动，然后又可以让小朋友这么开心，我觉得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。平常时游心员是药品公司的法规经理，到暗时也是假日，伊就变身人鱼教练。然后人鱼游理，伊嘛希望讲透过教学理念，让大海环境变甲更较水，留下更较侪浪漫人鱼的画面。穿真水的鱼尾套气泡，想讲干那查某囡仔才会当做美人鱼。伫水内底游轻松自如，袂输大海内海王子，较无30岁张奕先，已经是自由畅水的教练。从学潜水到教练，其实我很幸运，大概只花7、8个月。那个时期，台湾并没有太多资源，那个时候台湾的教练可能只有5、6个。我算是蛮有天分。因为当初接受自由畅水，张奕先正经验人生的基调。然后我就搜寻自由潜水，然后我就被那个标题给吸引，自由潜水世界第2大危险的运动。我就觉得哇，这好适合我。如果我不然死在海里，那应该有多浪漫。就我那个时候还在寻死的阶段。高中开始学舞，却因为大学一场意外，脚膊受伤，对舞蹈失去希望。然后殊不知又跳海之后，我觉得大海给我很多的力量，然后甚至是我发现了我异常的天分，就像平压这些。接触自潜之后，得到很多人的关注，找回自己的自信，甚至是现在也找到自己的舞台，就是在水下跳。我第一部作品叫做《Reborn》，那支故事就是在讲我从陆地上跳舞跌倒之后，投身到水里面，结果我在水里面重生。以前不能跳的东西，现在在水里面可以跳，因为没有重力，所以我的脚踝现在是可以负担的。水下我们还有浮力，所以我们可以做到更多更轻松的漂浮在空中或停留的这个动作，对，然后可以呈现更多不一样的角度。喜欢舞台，我才当舞者嘛。那后来也在水里面找到舞台。mermaid tail dive during Vertical Blue this year. 张奕先更加好家己骑上国际舞台，目前伫自由畅水专联项目中排名世界第12名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伊唔认输，想要超越家己极限的个性。那时候考教练差不多要10万块钱，然后身上可能只剩5、6千块，我借了整整10万去菲律宾考试。那时候台湾还没有人可以教教练班，我一去菲律宾没多久就摔车，所以我现在脚踝有一个那时候剑骨的伤，然后我带着这个伤考完教练的。我一直很努力，我不喜欢自己放弃。
即卖伊嘛若是自由唱水教练甲选手，伊嘛伫今年3月到意大利拍出一系列真水的人鱼相片。挑了一个人最少的时段，就是凌晨5点多，然后所以超级冷，气温就10度而已，然后还要假装很淡定这样。做人鱼表演对我来说最大的目的是我想要让更多人对海有兴趣，因为唯有你真的进入到海里面之后，你才会看见海有多漂亮，跟因为你喜欢它，你才会想要保护它。若是讲自由唱水是享受无动力的灵魂跳腕，张玉仙伫自由唱水的过程中，无的确是更加清楚看到家己的灵魂。自由潜水其实是一个很孤寂的一件事情，在下去的过程是一面镜子，你要练习着平淡，一点涟漪都会让自己变得很模糊跟丑陋。对，只要你很平静，那个感觉就会很好，你会很清楚的看见自己的样貌。可爱，你听到那个唱歌吗？对。2022年，Joanna伫东加王国自由唱水时，看到俗称海界的母仔囝出现的场景，听出来游玩真欢喜。baby 跟妈妈，他突然转向就靠过来我这边，我说哇，吓死我了。2015年，为香港来Joanna来台湾定居。原本来台湾本来的目的就是要靠近海洋的。我2015年，然后2019是4年，我的环境对了，我方向为什么好像就被牵着走了？伊重新调整步调，找回家己当初意念，考调自由唱水教练加唱水面。往前就是一起下去就会录到。2019年的时候开始已经就是在想说要不要考教练，然后后来那个时候觉得说差不多就考教练吧这样子。伊嘛渐渐体会到自由唱水甲瑜伽拢是咧学习放松甲找找平静的过程，而且调息也是律动方式，嘛拢有密切的关联。其实每一次要准备下一个深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去调整的是，除了自己的呼吸以外，还有就是自己的那个心情跟情绪。所以后来就发现说，在瑜伽里面，或者是在自由潜水里面，在享受那一前或是那一次的练习。你必须要在那个当下，真正的自由是在屏息之间。透过自由潜水与瑜伽，我们学习如何活在当下。这是对自由唱水定义甲解说，每一摆唱水味拢是一摆灵魂解放。在那个 moment 底下，你所做的任何动作都会顺着当下水的感觉，或者是你身体的反应来去做你要做的事情。然后再就是 Soul Free 跟自由潜水教学，我自己的训练、瑜伽，或者是我学习的东西。我创办这个工作室，其实是我的人生的最重要的一部分。Joanna捌伫美国加州7个出名公司做行销，伫美国多彩多姿的生活，拢卡出台湾这个小岛的吸引力。在台湾的前3年，热爱大海，伊所有的唱水点，伊差不多拢去过。东北角、绿岛、垦丁、小琉球、澎湖、基隆屿啊、龟山岛、兰屿是真的很美。我记得我们第1年去的时候，我那1年去了3次。八代湾后来变成是你去兰屿的自由潜水的话，还是就是一定要去的一个点。这张伊伫绿岛更替代的相片，和台湾请到国际。出名水价的牌子，日本、沖縄自由唱水学校加各个媒体，拢纷纷伫网络社群分享。全部都把我的照片就是 po 在他们的那个瓦写的那个 IG 的那个账号上面，这样子，想分享这个自由潜水那种他的喜悦跟他的宁静啊。热爱唱水美的Joanna结合瑜伽动作，伫夏威夷留下一张动作唯美的经典相片。
这个动作叫舞王，然后我就觉得说可以应用在水里。坦白说，因为只有一次机会，然后我们踢了1个小时，无重量的漂浮上来的那个水面就特别好浪漫了，在城市里面找到海洋生活的那个感觉。自由潜水是让学生们看见自己，学习自由潜水过程里面疗愈到自己，这个对我来说是更有成就感。伫水底浸开，神深深爱上自由畅水味的浪漫时刻。